金剛神咒。天地玄宗，萬氣本根，廣修億劫，正諦神通，三界內外，唯道獨尊，體有金剛，復影吾身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包羅天地，養育群生，受持萬遍，身有光明，三界侍衛，五帝司迎，萬神朝禮，役使雷霆，鬼妖喪膽，精怪亡形，內有霹靂，雷神引明，動為交徹，五氣騰騰，金剛速現，伏護真形，急急如律令。喺呢度呢，都解釋一個吾字，正吾神通。因為讀呢段神咒呢，吾呢個字呢，就係要讀諦嘅，正諦或者正性嘅神通，即係先性。而下一組呢，復影吾身，即係自己啦。呢個要讀翻個吾字啦。吾字音係要搞清楚噶。日大一道並非口號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。